上青土路边，大家来上边。又见面咯！哎，来见咯！大家好，我係永斌。哎呀，真好教啊，真好聊咧。真勁哦，今日帶來精彩嘅表演。係啊，誒，強用嚟都係苗栗啦吼，你知道嚟安多拜啊？你知道我哋苗栗人啊吼，然後我哋是北部嘅時節，也安尼嘅動作啊，也生法啦，攏千萬天嘅冇。有呢，有冇？你看都香港人哦，天嘅行，天嘅行。因為啲苗栗嘅人吼，就係客家人較多嘛。係。客家人嘅特色係乜嘅？乜嘅？硬頸，所以客硬行較慢呢，行較慢呢，行較慢呢，係咪？我覺得你這個表演這個不 OK。對，我覺得你還是要好好的介紹評審老師。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吧，你的專長好不好？哦，好，你的專長介紹評審老師來給個 TV 介紹，來乖。歌謠班先生、長美蘭先生、鄉土教學先生、齊雲珍先生、布頭歌謠先生、馬淑明先生。怎樣，長美先生？什麼感謝？哎呀，電話講幾，冇聽啦。苗栗慢活係乜計啦？慢活就係苗栗人哦，就是以健康為主軸，演出到就按慢慢的、天的吼，唔好按急，唔好像我哋特別樣嘅，做乜嘅事情都能見能拆。哦，沒聽啱哦，沒有。唔係，乖，好，以健康為主，接下來看天主嘅表演咯，哈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先生肯定嘅，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
送上童养。童养尤丽，你好，嗨，我们美丽的主持人海军以及永斌， Hello，你们好，来还有来我们的3位评审，还有我们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琴，很好一句哎。其实我嘿。讲福琴的话有一段历史啦，就是断断续续，因为我接触到教会音乐，教会我看到哦，跟教会的诗歌非常非常的动听。哦，用客家话唱的诗歌吗？没呢，没有，一般的公归你跟很好听。所以今天这首相思曲是，那是相思曲啊，今天都表演特别厉害呢，很用心的，为了上台在背。而且自弹自唱有一个困难的点，就是你要记旋律。记它的调性跟它的歌词，是，然后你又还要唱，真嘅，懂困难，按用来唐坤评审欣赏用扮演讲，好吗？来，齐欣赏。人讲上元，术后并用吼，都无简单。就像主持人讲的吼，俩批下来，色彩无简单，总听。谢谢老师，总听。懂厉害哦。有困听。好，要轻点呢，错冇？要轻点呢。哦，轻点呢哈。要轻点呢。那个两位欣赏呢？哎。因为其实我也很喜欢萨克斯风的 vocal， 它传出来的那种声音。所以我每次听到有人会吹萨克斯风，我对那一个人都会相当的多了一份的尊敬。听说 NONO 也很会吹是吧？那个两位欣赏呢？哎，表示用白一次过关了。哇！奖品拿出来嘞。这个其实是我们向乡亲朋友会好一张，勉励大家。想要来这个完成自己的梦想。其实，在我们这个年纪哈，其实是为了一个圆梦。圆梦啊！这个以前是做的事情，现在讲唔敢做的事情哈。你是讲像今年弹琴嘛？係以前連想都冇想過嘅事情，還係唔敢做嘅。是一張學彈琴的。哇，那這樣子更不簡單了。哦，謝謝。你下咩3、4人生嘛？所以冇練過啊。哦，冇練過。什麼咁講？你今日做3師哦？冇啦。但你做，他難得做3事。對對，因為他從我這邊扣，然後從你們身上補。哦，是。有失就要有得嘛。對，打平。好啦，那個明義也算是有圓到你的夢了。希望你會不會一個自彈自唱這一條路呢，會越來越多這一種機會，能夠讓你上台表演。好不好？謝謝你來哦，我記得你了。Q 下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
朱老师好，对曾老师好，然后沈慧老师好，大家好嘿，我是刘洪洲，是刘太公你好。刘太公哦，因为学了萨克斯风啊，因为被萨克斯风迷了好多个年，真的。但是没有勇气去学听。说迷了你10几年的时间有了，哦，对是因为从以往听到萨克斯风的声音，就让人家心旷神怡，就一直想要接近它，对，但是没有那个机会。是。那是在什么的因缘之下，你开始的琢磨接它？就有一年在我们台中县节人会，在一群就是半退休为了公益当傻子的一群老板。怎么说？怎么就一说？辈子就自己的事情抛在背后，背后然后为了公益的大家的事情，到处去募款，到处去帮忙需要帮助的人。的人哦，因为向往而来学习，是因为感动而用心把它学好，就是这样来的。了解了解，感谢谢谢。这份我觉得份这一段话心对我来讲感触很深，因为是啊其实我也很喜欢萨克斯风的 vocal，它传出来的那种声音。因为所以我每次听到有人会吹萨克斯风，我对那一个人都会相当的多了一份的尊敬。我听说 NONO 也很会吹，是吧？刘大哥他那么感性，你就这一段话，会，他会，对对，但是他吹是黑管，你为什么要脸红？不是因为，对，我为什么要脸红？哦，对，好，没事，没事对，就是会乐器的男人真的很迷人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来，谢谢你来。谢谢刚刚Julie唱的马老师来讲评哦。乔丽给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，让我听得很陶醉。我看你去嘎，你听得懂吗？嘿，你自己也很陶醉在里面，你很棒，很棒，谢谢很漂亮，对，很好听，很陶醉。谢谢马老师。谢谢素明先生，安永坤3位评审先生哈，有办法一枝独高。老师，请给灯。哇，啊！恭喜恭喜！在这边，大哥，这是一个小小的奖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，这个谢谢。乡亲同仁为这个刘大哥的今天所做的这一份心力而感动。对我，觉得感谢就是留下了一个告诉美好的一个回忆。谢谢好，谢谢。来，期待下一次见， OK，好不好？ OK 看好了，看下一组的表演。三姑娘
大家。送上鼓励，分享梦设计。哎呀，就甜心，困到了。我们的永斌帅哥，所有的乡亲大家好，评审老师好。哎呀，好喜欢看到你每次来呀！嘿你到底买来做个的亲情啊？感觉喊钱出街说阿妹样。你有冇有喊来了？我配合安尼的帅哥美女啦。哎呀，还有按大堆呀，还有五色的好，哇，我们这样3个人好像一个团体哦。阿妹哎哟，阿妹哎呀，请问冲过呢？哎呐，三太跳冲都下叫。松柏落去冲嘛个？松柏，嘿，松柏落去冲。我还忙着来冲过。你是不是觉得对他很面熟？嘿呀。老年大擂台有唱歌，哦，老年大擂台啦，还有熱風嘅咧，還有老杯嘅比賽啦，老杯比賽還有拍手參加，拍手參加啦，搭擺參加就第1名，看到第1名後就推踢，挨摸嘅。冇贏啦，冇好笑冇講。唔講，看到黃書記上陣時原本簽到人去，真嘅，啊，看到全部推踢，全都以傻逼安尼。嘿啦，哦，安尼就一樣啦。好，咁你好咯。你唔信哦，你就問那個米蘭先生，係咪？阮去到台當江妮妮，真嘅，真嘅上用神用嘅呢。係啊，佢節奏做嚟張，唔怕拿青島獎比咧嗬。冇呢啊，我做按多年將退休，我接受20年冇接受安尼3個嘅，係嘛？做按叫退休嘅20年冇接受，啊係20年唔識唱歌，又唱歌還得了。哎呀，佢唱落暗號啊，牛大叔要出唱片嘛。老人家出來冇人愛看，冇人愛睇。唔啊，佢打扮又上嚟很高雅咧嗬，企到台當啊。係啊，要解，然後我解笑容千紅。其實合體舞台當中，嗰次要破嚟，同數真講哈，啲師傅未見就真牛係啊，要讓啊，同歌，三個字上同好，好同好，冇問題就錯嘅，冇問題，好，緊張。冇咩嘅決定嗎？冇。米蘭先生，你之前必須排誰？你之前必須。好得冇讀到佢。哦，好得啦。嘿，冇個新傳師可能很真嘅。冇樣啦，評審老師，這個評審老師，你看佢裡頭嘅那個專業嘅，個氣質裡頭就是冇重要。用安慰講法咯，你最近又要考新傳師誒，係咪？正經啊，評審，主持人也是都有你們的風格。好的，謝謝。每個人都做位到。好的，謝謝啦。我們頒獎不愛好嘅啦。哎呦，我拿獎金咧。嚟，看下一本書有一多雜的。接下來看3位評審現場有辦法一枝同歌嗎？喂，哇！哎呦，冇法講啦，冇法講。獎金拿出來，謝謝，謝謝，謝謝。哎呀，恭喜啊！要幾點來？再來，好嗎？好，有好來冇？啊，謝謝，不好再給飛。係啊，他一般就三太跳就衝平板啊、3個字啊，身材很闊。嘿，露3個啦。哦，今天所有的表演，幫我看到哈，每一組你今天的表演是種感動，會讓人家心動。所以呢，真勁，先是夢給你3位評審欣賞，還有今天一個表演者，還有電視劇客串的觀眾朋友嘅紓困，用心給了你，太感會上帝。